机会互你足济吼，但是你若是讲哦，灭了吼，咱咧讲哦，亲像水崩山啦，嘿，水崩山就是土石流吼，咱有当时来报着迄个啥，哦，讲倒尾有土石流，咱讲啊，倒位啊，都有迄个吼，迄个水崩山吼，水崩山啊，同款哦，而且我个小补充一下，啊，有当时来迄个，因为地动无伫山顶吼，啊，山顶本来有溪流。啊，地动了后吼，啊，拄迄个溪流吼，煞去互迄个，因为水崩山诶因素吼，所以有当时迄个溪流诶迄个啥，迄个煞叫大粒石头吼砸着，啊叫大粒石头吼甲砸掉诶，水啊，煞无法度搁流落来，啊就从啊伫遐吼，正做一个湖吼，啊迄个咱华语吼做堰塞湖对无吼，堰塞湖吼。啊来啊！伫遮吼，来请教大家，咱若要讲堰塞湖，咱台语应该安怎讲？我拄仔是已经有将伊形成的吼形成的原因讲互大家知。啊，所以咱拄则是毋是讲土石流，会当讲水崩山吼，还是直接讲土石流，拢会使吼，拢真清楚。啊，我若要讲水堰塞湖，要安怎讲来？对哦，倒拄，上无你即个思考吼。迄个就是真下咱台语诶啥，迄个用法啦。你会想着讲迄水倒渡吼，就是迄水流吼，安尼迄个啥堵住了，倒渡湖，这真趣味哦。倒渡湖个会当安怎讲？就是拄仔讲诶倒渡湖，我是一个听过听有吼，一个听过。就听有啊，是有下台语的语法吼。啊，怎么来讲？若伫咧新闻上吼，咱免啊吼，足紧就互听众吼，互观众吼。啊，虽知影讲你是伫讲迄个啥，堰塞湖，这嘛是会当吼，较早嘛捌用过，就直接讲崩山湖啦。啥做崩山湖？伊怎么你看崩山湖头拄啊迄个。土石流，咱是讲做水崩山对无？所以崩山湖已经足清楚甲你讲吼，就是因为崩山吼，甲有正做吼，跳形成即个湖吼，所以即个堰塞湖咱会当讲崩山湖吼，这新闻嘛捌安尼用过吼，崩山湖。好，来